今年咧係15個開局之年啦，對於我哋地區工作咧有3點嘅啟發嘅。第一啲咧就係國家嘅戰略同埋社區嘅落地啦。我覺得兩會強調咗一啲高質量發展啦、改善民生啦、綠色轉型等等咧，呢啲宏觀嘅方向咧，可以轉化為我哋嘅社區層面嘅一啲嘅具體行動嘅。例如係改善民生方面，我覺得咧推動社區嘅無障礙設施，增設一啲無障礙嘅行人天橋、升降機啦等等，呢啲都可以方便到我哋區內一啲嘅輪椅人士啦、一啲長者嘅出行嘅。而喺綠色嘅轉型方面，推動社區環保回收。例如增加一啲廚餘回收機，鼓勵居民做一啲垃圾嘅分類咧，等等咧，我覺得咧呢啲係喺政府嘅大嘅政策或者喺15個大嘅政策底下咧，點樣去對接我哋社區，去將呢啲具體化。第二咧數據治理同埋嗰個精準嘅服務，兩會都提出咧要強化數字化嘅治理咧，提醒咗我哋喺社區工作層面咧要善用一啲數據。利用一啲數據嘅分析咧，對我哋本區一啲嘅家庭結構啦、年齡啦、人口啦、即係行業啦、入息咧等等咧，進行一個分析。咁喺我哋日常嘅社區服務當中咧，更加能夠精準地對接到本區居民嘅需求。第三咧，我自己嘅感覺咧就係點樣去做到個共同富裕同埋社區凝聚呢方面。因為中央都強調要點樣去縮細嗰個差距，促進公平呢一點咧。喺我哋社區層面嚟講，我都可以透過幾方面嘅，例如長者嘅一啲關愛共用啦，係啦，青年嘅一啲嘅學業就業嘅一啲嘅支援啦，婦女一啲技能嘅提升等等嘅服務咧，俾居民咧感受到政策嘅溫暖啦。例如地區治理一啲新嘅模式啦，關愛隊嘅一啲工作啦，轉化為可以喺地區執行嘅計劃，避免咗政策嘅一啲嘅空轉。第二咧就係跨界嘅一啲協作。點樣去主動去搭建政府啦、企業啦，同我哋社區嘅3方平台去呼應政府嘅施政，又可以咧引入咗企業嘅一啲嘅資源，咁通過我哋議員辦事處啦，就喺街坊嘅左近咧去提供一啲貼地嘅服務。第3點咧就點樣去強化社區嘅參與，行政主導咧，我覺得認為咧就唔一定係單方面嘅推行嘅。地區治理可以透過街坊嘅諮詢啦，或者我哋議員辦處咧，其實每日都接觸大大小小嘅個案，我哋可以通過嗰啲個案嘅分析咧，俾一啲政策咧更加貼近民情，形成咧政府主導、社區共建嘅格局啦。第4咧就係點樣令到我哋一啲嘅活動咧成為一個制度化同持續性，將一啲成功喺社區能夠受歡迎嘅一啲項目，例如招商。幸福村系列咧，我哋有啲活動咧，係變成咧一個制度化，就每年咧都將呢啲好嘅項目咧，能夠持續喺社區度推進，能夠將啲項目咧能夠長期穩定，係令到居民咧可能更加感受到愛，令到佢能夠使到社區嘅凝聚力更加能夠提高。